香港記者協會即將換屆，據《東周刊》報導，參選人包括喺多間外媒炒散嘅現屆主席鄭家瑜、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麥燕庭、啱啱離職英國廣播有限公司嘅英籍男子 Danny Wilson 等5個人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星期五出席記者會嗰陣，直指記協已經毫無認受性同公信力。據報呢，今次參選嘅全部都係外媒或者係所謂一啲嘅自由媒體或者係網媒，連一個呢香港主流傳媒嘅人都冇。咁點樣可以叫得做香港記者協會呢？另外呢，呢個記者協會唔單止係唔去公佈參選人嘅名，而選咗出嚟呢，嗰個名單亦都唔公佈嘅。咁嘅黑箱作業嘅情況底下，如何有一個嘅認受性呢？鄧炳強直斥記協過去立場偏頗、劣跡斑斑，並提到黎智英案件。佢反駁記協話黎智英係因為捍衛新聞自由而入獄嘅講法，完全係誤導緊公眾。重申法庭已經明確指出案件涉及勾結外部勢力，危害國家安全，同新聞自由完全無關。鄧炳強同時強調，政府會依法調查濫用職工會名稱嘅團體，亦再次警告任何企圖危害國安嘅人。喺度，我想警告所有人，無論你係用乜嘢嘅名稱、乜嘢嘅幌子，係想從事危害國家安全、勾結外部勢力或者係顛覆國家政權嘅話呢，我會話俾你聽，我一定會釘死你，後果自負。